喺呢個湖心路嘅小區啊，88個方嘅3房啊，總價90萬。105、104方嘅大3房呢，總價都係圍個110幾、120萬咁樣。有埋前屋嘅智能鴻蒙系統啊，而且呢仲可以做5個點嘅首付啊，即係手頭上首期唔係好夠嘅呢，就好啱嘅呢個盤。有埋裝修啦，而且花園啊都係自帶一個低密度，我哋行出去食飯啊、買棵菜啊，行路就可以到啦。附近呢有海鮮路呢，好多特色嘅嘢食㗎。總價110幾萬、120萬咁樣啦，就可以攞低呢套105個方嘅大3房啊！你睇全部都係呢種小高層，總高18層嘅。呢度呢有一個位置係個房間嚟嘅，佢依家整成一個2房嘅創意樣板房啊！一層呢有4戶，有2套105、104嘅。我哋睇緊呢套呢就係105個方嘅，呢度門口入嚟。帶埋前屋嘅鴻蒙系統啊，仲有前屋嘅家私家電啊。首期唔係好夠呢，但係有流水嘅朋友呢，最啱啊！總價嘅5個點可以做最低首付。假如100萬嚟計嘅話，首付最低可以5萬蚊啊，月供都係4、5千蚊啫。喺呢度行出去呢，有嘉禾城海鮮路，好多特色嘅嘢食㗎，行路就可以到㗎喇。喺呢邊返香港太子荃灣坐巴士都係2個鐘啊，生活都好方便嘅。精裝交樓㗎，今年就可以交樓啦。呢2伙呢，即係呢2戶呢，都係大3房嚟嘅。嗰邊呢又有2戶，一層就4戶，呢個就係2房，呢邊呢就係88平方嘅3房。呢個88平方嘅3房呢，總價都係90萬咁樣咯。前屋嘅鴻蒙智能系統啊，即係攞過嚟非常之慳功夫啊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呢個88平方3房2廳1個洗手間嘅，呢間房喺呢度。佢當然啦，佢呢個係一個創意嘅樣板房，交樓嘅話，佢係呢有3間房咁樣嘅設計嚟嘅。平時坐喺呢度啊，曬下太陽啊，都係非常之舒服。因為佢呢度呢做到戶朝南嘅，你睇好安靜㗎。攞過嚟呢，有晒家私家電啊，首期就總價嘅5%。有興趣嘅話，你係過嚟睇下。